序12唱校歌，現在有請全體肅立。請各位就座。東華三院周衍生小學20週年校慶典禮已經圓滿結束，現在恭請主禮嘉賓團先移玉步到地下閱讀森林享用茶點。請各位以熱烈嘅掌聲歡送咁多位嘉賓先行離場，再見。再一次感謝大家光臨指導，我哋25週年再見。